iCar V23S、V23白武士特別版同埋首次亮相嘅幼態版 V27。都係今年北京車展嘅重點。iCar V23就啱啱咧就嚟到香港啦，但係北京車展咧就即刻有新車啦，就係呢一部嘅 V27。呢部 V27咧其實係一部增程嘅車款嚟嘅，咁佢就用 1.5T 嘅增程系統啦，佢嘅續航咧 CLTC 咧就超過1200公里嘅。展出嘅呢一部仲係 Global Edition， 大家見唔見到啊？係幼態版嚟嘅，換言之都會嚟香港。佢車長咧大約5米，軸距係2910mm， 用 iSwift 2.0 預現平台，配備 IAWD 4驅系統。不過最大嘅賣點就係用 MRC 磁霸車架，令到 V27唔單止有極強嘅濾震能力，仲可以以每秒1000次嘅頻率掃描路面情況調節咗你。過減速帶嘅時候做到緩衝，高速過彎嘅時候又可以撐得起部車。佢嘅4驅版咧，雙電機嘅綜合功率咧就大約有445匹馬力啊。咁啊0至100咧就係5秒嘅啫。佢嘅電池容量咧就34.4 kWh 嘅，咁所以你喺盡電嘅續航力咧都有成大約200公里嘅。試 V23嘅時候，我都提及過佢個內籠咧闊落夠晒實用。而 V27嘅空間利用率亦都達到69.9%。頭先提到 V27嘅尺寸啦，咁大家見到咧，實際上邊咧佢嘅內籠空間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嘅。佢嘅後排座位咧瞓平晒之後咧，都可以完全平整化，做到大床嘅。而家呢一個咁嘅功能咧，基本上都好多嘅內地嘅呢一類嘅越野電動車，甚至乎 SUV 啊，都近乎係標配咁滯㗎啦。呢個車中泊功能咁樣，咁大家見到佢嘅內籠空間咧非常之闊落啦，亦都擺到好多嘅物件啦。咁啊嗱，我哋可以再低啲睇下咧，佢上邊亦都兩個天窗啦。咁所以大家夜晚咧，如果揸部車咧去越野睇星星咧、露營咧，咁啊確實咧真係一流嘅。嗱，部車嘅離地距咧就224mm， 咁可以確保越野嘅性能嘅。iCar 咧，其實咧佢有一個好大賣點就係改裝啦。嗱，呢一部 V27咧就係廠方咧都有做一個改裝嘅。大家見到咧，其實都幾靚仔啊，講咗得。嗱，個車頂咧有埋咧呢個拉花嘅。嗱，車側咧呢個拉花，我拉完俾大家睇，其實係幾唔錯㗎。其實成個設計，咁所以呢一部車咧，其實如果大家上網咧去睇唔同嘅改裝咧，咁其實換味性咧都高嘅。V23咧香港有得賣啦，咁但係廠方咧想凸顯佢改裝嘅潛力咧，咁喺展館裏邊咧都擺咗一部咧佢哋自己特別嘅廠方嘅改裝嘅試樣嘅，呢部就試樣就叫白武士試樣咁樣。咁啊成部車咧白雪雪咁，咁雖然白雪雪啦，咁但係見到咧其實佢好突出咧，佢成部車嗰啲硬派硬朗嘅線條嘅，咁再加上咧喺啲泵把位啊或者各樣燈位啊都有啲字體咧就寫咗喺度嘅，咁所以呢個感覺上面咧有少少啦。我自己覺得有少少似咧呢個 Star Wars 裏邊嗰啲白兵啊嗰種感覺嘅。嗱，喺我試 V23嘅時候咧，好多觀眾朋友留言咧都叫我咧就快啲試呢個 V23S 嘅。嗱，呢部就係 V23S 啦。咁我都好想睇下可唔可以翻內地咧同大家試駕到呢部 V23S。除咗 V27，iCar 喺今次嘅車展仲發布咗一部叫做 Roadbox 嘅概念車，目標咧係想引領下一代嘅汽車形態。整體個性咧非常之突出，技術層面上面都用到好勁。iSwift 3.0 平台兼容鋰電池或者係固態電池，支援閃充，由城市玩到去戶外越野都冇問題。仲有埋 L3 或者係 L4 嘅智能駕駛系統添。大家又點睇呢？不妨留言一齊討論。